阿尼玛卿，阿尼玛卿，责任为谁？31凌晨3点多，被打在帐篷上的雨和潜入骨头的寒气惊醒。我从背囊摸出一张保暖贴，隔衣贴在后背上，用羽绒服裹头而睡。4点多醒了，5点多醒了，6点多醒了。似乎雨水漫进来了，风也大起来了，好似要将我们刮走。我逐个呼唤阿尼玛卿的所有名号，并哀求咕叽咕叽，不要让天下雨了，这么大的雨，请一定拦住啊！咕叽咕叽，不要让天刮风了，这么大的风，请一定拦住啊！但山神可能睡着了，并没被我叫醒。战战兢兢的我，像迷失本性的胆小鬼，像利己成性的文明人。天亮了，果果说不该这样祈求的，因为这世上不止我们一种生命，有些植物和动物或者需要雨，或者需要风。32他关心在山脚下的昏暗洞穴闭关多年的苦修者，我却连他写的诗也没有读过。一辆没有牌照的车扬尘驶过，苦修者从洞穴望见的那明镜似的湖泊快干涸了。33远远看见右面一座昏圆的山上，用密密麻麻的红色经幡摆出一个宛如心脏的形状，据说那是阿尼玛卿的心脏所在。对面是一座很像金字塔的山，就想起水马年传冈仁波切有报道称，俄国科学家发现那里的崇山状如金字塔，是世上最大的金字塔群，遭到了中国科学家的反驳。我却很激动，因为打开了新的视野，于是看见一座座锥形的山啊，犹如一座座自然生成的金字塔。可惜用光了胶卷，没能拍下见证。后来从一本讲述成就者的传记得知，那些金字塔是一种巨大的多玛，如同法会上用脏巴和酥油塑成的多玛，据说是某些山神的依处，或对高阶神佛的献供。这个解释无与伦比。原来土伯特大地上的金字塔是多玛，原来万圣殿的世界即如此日常景象。走进阿尼玛卿的心脏，奇异的香味阵阵飘来，草的香味，花的香味都不太像，似乎比寻常的香味更多一些不同，但一路上并没有闻到过，是奉上外类蜜3种会供时散发的香味吗？只是我的鼻子已无法分辨，反而更习惯人为的工业的香味，像香水、香精等等。我说过，我是个被他者的文明异化的人。这时淡淡的白云从心脏山升起，
像商烟缭绕，哪位神灵在微商呢？